继续来看新北市的新店一间汽车旅馆发生着相似命案，两个死者拢是未成年的少女，因甲一个30岁姓洪的嫌犯，才熟识1礼拜，就烧酒到旅馆来开毒趴，也就是做伙食毒，真有可能就是毒品使用过磅，两个少女所传无心跳翘起，其中一个才拄拄过完生日，这嫌犯真恶质，甲两个少女的遗体甲贴做伙，用床巾包起来。 拖到楼梯间，到月头走到桃园，招其他查囡仔继续来食毒开毒趴，即卖已经互警察抓起来了。讲即卖的毒家背包拢掺含有各种新型的毒品，而且大部分拢会掺喵喵这种中枢神经的刺激剂。讲最近这10年来，每一年大约有60个人因为使喵喵这种的毒品来死亡。 看见吗？啊？知不知道啊？对。身底裤顶啊，红脏掉，伊就是新店相似案的主嫌，想要到开完毒品的 party， 换一个所在继续食毒。伫伊的身躯顶嘛，敲出各大包的毒品。我还有心情去开房间呢。是有失信责任给死者吗？ 头咧咧无讲半句话，这个30岁姓洪的查甫人，23号搁找两个还未18岁少女做伙开毒品的 party， 其中一个才拄过完生日，后来少女身体未堪未来过身，嫌犯心内惊吓，原本想要将尸体等戏杀，后来半暝叮当来放弃，落尾竟然搁走去桃园继续耍。毒咖啡包它里面可能有多种毒品，然后有些是包括是像 K 他命。 还有卡西酮、安非他命，各种可能性都有。 106年，国内查到6400多公斤的毒品。虽然讲过了4年，毒品量有减一半，也过去年又搁查到9900多公斤，是增加53.7%，创下历史的新高。又搁以第4级的毒品42.7%占上济。那新型毒品致死人过身的几率，109年有93个人，110年有37个人，111年嘛有6个人。 过去缉毒致死的原因基本上这个毒品的成分因为来源不同造成人体的负担很大。未少的毒品内底拢会加中枢神经的兴奋剂，这种新型的毒品包装是真奢拍，也毋过所套揽真侪致死人过身的物件。这件代志嘛，互人想到 W Hotel 马队案件，双方伫咧网络才熟识1礼拜，就伫群组内底招出来耍，家属真歹接受，才无几岁就因为食毒来过身。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